Hello 啊，大家好，我係 Amanda 喎，又到東涌每周樓市回顧啦。咁如果大家有留意最近嘅新聞咧，其實香港樓市由2025年嘅低位反彈之後咧，到2026年上半年成交量同樓價都明顯有起色喎。唔少市場人士都開始將全年嘅樓價預測上調，其中高盛最新嘅報告都幾搶眼啊！佢哋預計香港樓價2026年全年係會升15%，到2027年再升7%，2028年再升4%，即係高盛睇法係呢個升浪唔係1-2個月嘅短炒，而係一個持續幾年嘅周期。點解佢哋咁睇好呢？咁啊，主要有幾個原因啦。第一，今次需求咧唔係純粹炒家主導喎，而係好多都係自住客。咁自住客同投資客唔同㗎，佢哋唔係睇住股市上上落落就即刻買賣，而係真係有住屋需要，特別係結婚啦、生小朋友、換樓、人才來港，呢啲都係實實在在嘅需求喎。咁啊，第二，租金仍然強，其實大家做開東涌都知㗎啦。近呢一年租務市場一直都唔弱㗎，尤其係機場啦、航運、工程、物流相關嘅租客，加上外籍人士、新來港人才，租盤一出，靚盤就好快有人睇，租金企得住，投資者計數自然容易啲啦。第三就係政府嘅政策環境仍然支持樓市喎，咁啊設立之後交易成本減低，買家入市門檻下降。雖然內地加強遏制資金外流，但高盛都認為呢個因素最多係影響咗少部分嘅豪宅成交，對普羅自住需求影響唔算大嘅。咁另外啦，香港樓市有3大嘅催化劑：人口流入、宏觀環境改善同埋市場信心恢復喎。香港咧正朝住咧1000萬人口城市進發，人才輸入計劃如果持續推動，未來幾年住屋需求會繼續增加嘅。咁其實我哋做前線都好清楚啦，樓市最怕係冇人問、冇人睇、冇人還價，但而家唔係喎。最近好多客唔係唔睇樓，反而係睇完之後會問：喂，仲有冇得傾啊？業主肯唔肯減啊？呢間同隔離屋苑點揀啊？呢啲就係代表市場都係喐緊嘅，即係買家仍然好精明，唔會亂追價。咁樓市已經脫離咗最悲觀嘅階段，但未到全民瘋狂追貨喎。而家係一個比較健康嘅收復期，成交量先行，之後樓價慢慢跟上。只要息口、股市、租金同埋政策冇突然逆轉，下半年樓市氣氛都仍然係偏正面嘅。咁好啦，講完大事之後咧，講翻我哋同我哋東涌最相關嘅新聞啦。今個星期咧，東涌最大嘅焦點，第一單一定係世貿東涌酒店被銀行接管啦。咁新聞指出啦，世貿集團旗下位於東涌近機場嘅雙品牌酒店，即係東涌喜來登酒店同埋福朋喜來登酒店，涉及一筆大約係45億港元嘅貸款。舊年年底出現咗違約，多間債權銀行正研究委任接管人接管該酒店嘅資產，目標係加快出售同埋回收資金。咁呢個酒店項目一啲都唔細嘅，超過1200間房，按客房數量計咧，係香港第2大嘅酒店。2020年開業，位置係東涌機場一帶，對旅遊、商務、機場相關嘅客源咧都有一定嘅象徵意義嘅。咁其實呢個項目咧，早喺2023年已經開始放售噶啦。咁當時叫價咧至少係60億嘅，到2024年底，咁啊叫價已經減到大約係45億，即係減咗大約係1/4左右啦。但仍然係未揾到買家㗎。咁酒店同住宅係兩個市場嚟嘅，唔可以話直接話酒店被接管啦，就等於住宅樓價一定係會跌。酒店係商業資產啦，受旅遊、融資、利息、營運成本影響好大㗎嘛。住宅就主要係睇自住同埋租務同埋供應嘅。不過呢件事都反映咗一樣嘢喎。商業地產壓力仍然係大嘅，銀行對不良貸款處理更加積極，即係話以前可能拖一拖等一等，而家銀行可能更傾向於用接管啊、出售啊去解決問題。對投資市場嚟講，呢啲係會令到資產價格更加透明啦。但反過嚟講，如果酒店最後以較合理嘅價錢出售，由新買家接手，重新投放資源營運，其實對東涌長遠未必係壞事喎。因為東涌作為機場門戶，酒店零售、旅遊配套做得好，始終會帶動區內人流嘅。咁第二個東涌嘅焦點就係進和持有嘅東涌住宅地申請放寬高度限制，發展269伙住宅，獲城規處原則上不反對。咁呢幅地咧就位於東涌道北日東二村以北，地盤大約面積就係58,100
平方尺，原本舊方案係187伙嘅，咁今次新方案嘅咧就增加到269伙啦，咁可見樓面面積咧大約係11萬幾嘅平方尺，平均每伙大約係400平方尺嘅。咁項目會建2棟14層嘅住宅啦，另外有地庫、停車場、機電設施，以及一棟2層高嘅綜合大樓，地下係停車場，上層係會所，預計2031年12月落成。放寬高度方面咧，由原先唔多於55米，申請放寬至58.9米，即係增加咗大約係3.9米，增幅大約係7%。申請人解釋係因為咧採用呢個組裝合成嘅建築法，所以需要輕微放寬嘅高度。咁規劃處認為，因為項目有做視覺同埋景觀舒緩嘅措施，例如樓宇之間咧保持建築間距，所以預計唔會造成顯著嘅視覺負面影響。咁補地價方面咧，涉及大約係1億4166萬嘅，以可見樓面計咧，每尺補地價大約係1218蚊。咁呢個數字對比而家市區地價當然好唔同啦，但反映東涌西未來發展嘅潛力仍然有空間嘅。咁呢個項目咧，對於我哋東涌有咩影響呢？咁269伙唔算一個巨大嘅供應，而且2031年先落成，唔會即刻衝擊現有嘅二手市場，但反而帶出咗個信號，就係政府同發展商咧願意去推進東涌嘅住宅供應，尤其係東涌西、日東一帶，未來幾年都會逐步發展嘅啦。咁好咯，講完新聞咧，講到大家最關心嘅成交啦。2026年6月1號至6月7號，東涌二手買賣合共有5宗嘅，星期六日錄得2宗，分佈如下：影灣園2宗，東堤灣畔1宗，星匯1宗，裕泰苑1宗嘅。咁今個星期咧成交唔算爆，但係咧亦都唔係話好靜嘅。以10大屋苑嚟講咧，週末成交係創新低，但係東涌區咧仍然都係有成交出現，反映只要價錢到位咧，買家都係肯出手嘅。咁東涌而家嘅市場好明顯就係筍盤行先啦，業主如果仲用高位嘅心態去開價，客人睇完多數都走噶啦。但係如果願意貼市、願意傾，成交速度就會快好多啦。咁我哋逐單去分享一下。咁第一宗咧就係今個星期比較矚目嘅成交，影灣園1期5座高層 A 室，實用面積971尺，間隔係3房套，仲有一個儲物室，成交價1090萬，平均尺價11226蚊。咁呢個單位咧，業主喺2011年以650萬買入，今次賣出賬面係賺440萬嘅。咁呢間都有幾個賣點啦，第一佢就係高層啦，景觀質素好，望到機場海景。第二就係面積971尺，喺東涌區好多家庭客就中意呢類型嘅大3房啦。咁第三，今次係連埋車位出售嘅，咁對於有車嘅家庭嚟講咧，吸引力會大好多啦。咁另一點值得留意嘅話咧，就係今次業主係外籍人士。近年東涌好多外籍人士或者機場相關業主咧，因為工作調動啊、家庭安排、資金配置咧，會有出售嘅需要。咁呢類業主未必話係最硬淨嘅，最重要係睇佢嘅時間表啦。如果佢想快走，價錢都有機會傾到嘅。咁第二宗咧就係影灣園啦，影灣園1期2座低層 C 室，實用面積495尺，間隔係2房1廁，成交價498萬，平均尺價10061蚊。業主喺2025年以488萬買入，今次賣出賬面係賺10萬嘅。咁呢單成交其實幾有故事性嘅，業主當時喺2025年啦，連埋租約購入，即係買入時已經有租客啦，租客到今年2月底搬走之後，業主有翻新單位，原本打算繼續出租嘅。但後來業主喺外區買咗另外一個物業，所以決定出售呢個單位啦。咁開價嘅過程都好反映而家市場嘅現實，原本開535萬，之後減到520萬，再減到515萬，最後再落到接近505萬左右，最終以498萬成交。咁呢個就係我成日講嘅，而家唔係冇客，而係啲客人好識計數。如果一開始開得太過進取，客人未必會出手嘅。但係當業主願意一步一步咁樣貼市，成交就會出現咯。咁單位位置係1期啦，大家要留意翻啦。影灣園1期31樓以下單位係冇露台㗎。咁景觀方面咧，呢間望到東涌東嘅地盤景，坦白講，地盤景短期一定有塵、有噪音、有工程嘅感覺，所以價錢自然會反映到啦。但如果買家睇長線，東涌東將來發展完成，景觀同生活配套可能係會另一種變化。咁2房嘅細價盤仍然有承接嘅，但買家會追求合理價，498萬入到影灣園嘅2房，對部分上車客或者投資收租
租客仍然係有吸引力嘅。咁第三宗咧就係星匯啦，星匯10座高層 H 室，實用面積448尺，係一房一廁嘅戶型，成交價錢585萬，平均尺價13,058蚊。業主喺2020年以655萬買入，今次賣出賬面係蝕70萬嘅。咁呢間係高層一房啦，坐向正南，望影灣園方向，景觀開揚。星匯一房有個好處就係緊廚嘅設計，對一房單位嚟講都幾實用㗎。好多一房盤都係開放式廚房，但有啲客始終中意緊廚㗎嘛，尤其中意煮飯嘅客。今次成交尺價係13,058蚊，其實係今個星期幾宗入面尺價較高嘅。原因好簡單，星匯樓齡新過影灣園，屋苑會所同埋整體質感都唔同嘅，加上高層正南開揚，所以價錢都係高少少。但係業主由2020年以655萬買入，到而家585萬賣出，賬面係蝕70萬嘅。咁呢個都反映咗個現象啦。過去幾年高位入市嘅業主，如果今日要賣，部分都仍然要面對呢個蝕讓喎。不過對買家嚟講，呢啲正正係機會啊嘛，因為你而家買入價唔係2020年、2021年嘅高位。假如租金繼續企穩，一房盤又容易出租，對投資客嚟講呢係重新有吸引力嘅。咁今次業主同樣都係外籍人士啦，東涌因為近機場、國際學校，外籍租客同業主比例一向都唔低嘅，所以外籍人士成交都唔少見嘅。咁第四宗咧就係東堤灣畔8座低層 G 室啦，實用面積813尺，間隔係3房套連埋工人房，成交價錢890萬，平均尺價大約係10,947蚊。業主喺2022年以1000萬買入，今次賣出賬面係蝕110萬嘅。咁呢個單位咧望翻東涌公共泳池喎，南車站方向啦。東堤灣畔位置方便，近港鐵站、近商場，咁一直都有需求嘅。咁啊800幾尺3房套連埋工人房，而且工人房有獨立廁喎，咁呢點好實用嘅，因為而家好多家庭都有姐姐幫手噶嘛，咁有個工人房加埋獨立廁所，生活上方便好多。但係呢宗都係典型高位買入，現價離場嘅個案喎。2022年以1000萬買入，當時市場氣氛同今日唔同啦。今次890萬賣出，賬面已經是110萬啦，未計使費、印花稅、佣金，實際成本會再多啲喎。相比高峰期，價錢回落咗，家庭客自然會考慮啦。東堤灣畔最大嘅優勢就係方便啦，你落樓乜都唔使諗，行去港鐵、商場、街市、食肆都快過人啦。對每日要返市區、返機場，就或者小朋友要返學嘅家庭，方便程度好重要㗎。咁啊，總結返今個星期東涌嘅成交咧，我覺得有3個重點嘅。第一，成交得5宗唔多，但質素咧都有代表性喎。第二，蝕讓盤仍然存在喎，但唔等於全面跌市嘅。星匯同東堤灣畔咧都見到有蝕讓，分別係蝕70萬同埋110萬。呢啲多數都係2020至2022年較為高位買入嘅業主啦。如果今日要套現或者轉資產嘅話咧，就要接受而家嘅價錢啦。但另外一方面，影灣園一期高層 A 室由2011年650萬買入，到今次1090萬賣出，賬面仍然賺咗440萬喎，即係話長線持貨嘅業主仍然有可觀嘅利潤。所以大家唔好一見到蝕讓就覺得哇樓市好差喎，亦唔係一見到賺錢就覺得哇個市一定升啦。重點係你幾時買，買咩盤，買咩價，同埋持有幾耐喎。咁第三就係買家取態都仍然係好審慎嘅，但願意為咗好盤去付一個合理嘅價錢。例如星匯一房啦，尺價要去到13000幾，呢個尺價都有人買，因為單位高層正南開揚緊廚。影灣園大3房連埋車位，總價過千萬都有成交，因為景觀面積、車位都到位。但如果係有瑕疵，例如低層啊、地盤景，業主急走就要靠價錢去吸引咯。市場而家好公平㗎，唔係所有盤都升，唔係所有盤都跌，係好盤有承接，貴盤要等，急盤要減。如果你係買家，咁我會建議你咧，而家唔好淨係問，喂，樓市會唔會跌啊？你應該問呢個價，呢個單位未來3至5年值唔值得買？因為如果你係自住，最重要就係供得起，住得舒服，位置配合生活。如果你永遠等最低位，其實冇人知最低係邊一日㗎，反而係當市場有蝕讓盤，有業主願意傾，有息口回落預期，咁你就可以慢慢去篩選。如果你係投資客，就要計返租金嘅回報。東涌租務需求一直都唔差，特別係1房2房近港鐵
近機場交通方便嘅盤，出租能力都比較強嘅，但買入價就要合理啦，唔好因為聽到樓市升就盲目追價。咁如果你係業主，尤其想賣樓，咁我會好直接同你講，而家唔係鬥高鬥開價嘅時間喎。而係鬥邊個最貼市，你可以咧開少少議價空間，但唔好咧太過離地。買家而家咧資訊好透明㗎，附近成交幾多錢，銀行估價幾多，同類放盤幾多，佢哋全部都知。如果你開得太高，連睇樓機會都冇啊！如果你貼市，反而會吸引買家比較，甚至有機會快成交。未來東涌會繼續受惠於機場三跑、東涌東發展、東涌西延線、人才流入同埋租務需求。短期就睇業主願唔願意貼市，買家敢唔敢喺合理價入市啦。咁如果你最近想睇東涌或者賣東涌、租東涌，或者想知道自己個單位而家值幾多錢，歡迎留言或者 inbox 我。記得 like、share、follow，我哋下星期再同大家更新東涌樓市成交。拜拜。